美国政府原本因为拨款法案卡关面临关门的危机，众议院20暗时两党经过协商，以366票比34票通过新的短期拨款计划，解除关门的危机。法案上参议院审议21暗时以85票对11票快速过关，由总统拜登来签署。这个法案会使予美国政府继续运作到明年3月为止。 Really grateful that tonight, in bipartisan fashion, with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votes, we passed the American Relief Act of 2025.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iece of legislation. It funds the government, of course, until March of 2025. That was a big priority for us. 美国众议院官邸政府停止运作期限前几点钟通过众议院议长强生提出的支援联邦政府运作甲灾难救济短期计划。这项118项的计划内容包含支援联邦政府运作到明年3月资金，另外还有救济天灾受灾区的1000亿美金，还有100亿美金的农民纾困资金。 这项新法案无包含新任总统川普要求在新年提关这部上限的要求。So Johnson made some promises on the debt ceiling, saying that he would lift it in exchange for deep cuts into the federal budget. But this also pushes that whole debate into next year when Donald Trump will be president. 众议院关伫联邦政府停止运作进程，最后期限解决危机。政府若关起来，除了暂停支付数百万联邦员工的薪水，也会影响执法、军事、交通甲行政机关等服务的一切运作。一个旅游目击团体进行警告，政府停止运作，按算将航空公司、饭店甲其他企业造成每礼拜10亿美金的损失，致使圣诞季大规模混乱。 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瑞斯表示，民主党成功阻止共和党保守派人士通过无限制提款这部上限的法案，这是美国人民的胜利。虽然安尼，强生表示，川普支持这项短期拨款计划，计划通过前提是两党各退一步达成协议。在川普明年上任了后，共和党将按参众两院多数10处。 国会会针对提款这部上限，同时进行政府预算下减来讨论。协议讲到会在10年内减少2.5兆美金的开支。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